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今天我来到被称为头美浓、二内埔的屏东县内埔乡。刚下车就听到校园内传来阵阵流利的客语谈笑声，仔细一听，原来是小朋友在演戏。我决定去一探究竟。老师你好。你好。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啊？这是我们学校的特色客家的戏剧哦。什么是客家戏剧啊？客家戏剧是早期我们客家人的生活里面没有什么娱乐嘛，那可能年尾的时候会演一个是收东戏。目前我们就是把以前的客家的大戏融入成现在小朋友生活里面很简单的客语的舞台剧这样。老师说，这出客家戏剧的主题是分享，想要传达的是客家人对自己要求勤俭，但对他人却是乐于分享。我现在就来体验演话剧。老师，你觉得我适合哪一个角色？我看你孔武有力的样子，来，凯丹好了。啊，凯丹。丹哦，凯丹哦，所以老师，我现在这个是我们的扁担。单杆。对，好，这个要朝上。好，这是我们演鸡饭的小朋友。早期真的就是用竹子哦。对。哇，哦，所以是要拉哦，要拉在这个绳子。好，来让哥哥体验一下。哦，所以扛着，抓着，左右肩交换，你这样比较不会累。就是这样一个左边的肩膀，对，然后再换右边的肩膀。哦，这样你就不会那么累。原来早期是这样子，如果累的话就换左肩跟右肩。是。客家戏剧真的很有趣，不仅可以学到客语，还能回味过去客家农村的生活形式。老师教了我几句台词之后，接下来就换我演出喽。老师有没有演得很好？小朋友要给哥哥几分？90分。看着小朋友用一口标准的客语演戏，而戏剧中展现了传统的客家生活样貌，传达出客家人乐于分享的精神，客家文化借此世代相传，真的让我很感动。